前台积电的资深副总罗伟仁，进前呢，伊是走去美国晶片大厂 Intel 遐食头路，要风声讲伊退休进前呢，有甲2纳米 A16、A14等先进制程技术，即用业秘密炸走。经济部长郭明兴今日表示，这是牵涉到国安议题、整体产业利益，还有厂商损失等等。高检署呢已经主动分他治案，要来厘清讲伊敢有违法。恭请副总统为罗院士佩挂。副总统萧美琴亲身为退休的台积电资深副总罗伟仁颁授感恩艺术勋章，并且进行授证，彰显对艺术的尊重。AI的兴起和运用呢，就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机会，来增进台湾百工百业的竞争力。捌做过台积电要职的罗伟仁，2004年加入台积电，带领团队突破技术的困境，在全球得到超过1500项的专利。今年7月退休，9月得到感恩艺术的公营，10月就转任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也传出伊伫退休进前，敢若甲2纳米 A16、A14这先进制程技术的应该秘密提走。经济部长郭明兴19到立法院质询，立委关心政府掌握情况。伊讲，这代志牵涉国安，也有整体产业利益以及个别厂商损失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考虑暂停或者撤销他的工研院士身份？再来跟工研院讨论一下，导致委员提到，我们就来考虑。这个案件媒体有报，那高检署也分担侦办了。郭明兴讲，等案情较明朗，会甲工研院讨论是不是要撤销罗伟仁的艺术公营。法务部长陈云谦是强调，高检署已经主动分他立案，调查是不是牵涉违反应该秘密法甲国安法。事实上，对着高科技，经济部有立管多项技术项目，像是14纳米以下制程的 IC 制造技术，也是精益级的封装技术、特殊材料甲设备技术，要单晶微波积体电路技术。它整个组织有相当的韧性啊，我相信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跳槽造成关键性的影响。会比较在意的是说，如果是整个团队的话，啊，就会比较麻烦。那这个聘任有违反他跟当初跟台积电所签的这个约，那这个自然是由台积电自己啊，他们要去启动他的这个程序哈。对这技术识别案，国科会主任吴成文认为，台积电技术真难以靠个人就完整来复制，依然需要严防外泄。也那郭明兴是强调，经济部去认定被提走的相关技术是不是符合国家关键技术，那台积电要提过经济部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